今天收到荃灣區的車友發來了一把眾泰的汽車鑰匙，過來閘門這邊升級改裝，閘門拿到閘門粉絲發過來的鑰匙之後，先檢測一下鑰匙，鑰匙的話是沒有電。接下來閘門按照粉絲的要求，幫他進行升級改裝，先把遙控器的主板拆解出來，就可以拆除主板，之後就可以來升級了。閘門這邊升級汽車鑰匙也是不分車型的，不管你是什麼車，新款車老款車都可以升級。拆除主板之後，再接上閘門準備好的路線，3個按鍵，一個按鍵接2條線，給它接牢固了。接好所有線路之後，再拿出閘門車友挑選好的液晶鑰匙，然後把接好的主板裝上，液晶鑰匙就可以裝上主板，蓋上後蓋。現在一把全新的眾泰車鑰匙就升級完成。升級好的鑰匙可以看時間，可以觸摸操作，外觀升級的非常漂亮，選配了閘門經典黑色的液晶鑰匙，而且升級好的鑰匙也會升級新功能，有靠近車時車門自動解鎖，離開車時車門自動鎖車，可以手機控車，可以連接手機，也能備註車主電話、鎖車升窗，老鑰匙沒有的功能都會升級上去。現在鑰匙升級好了，閘門重新來檢測一下，檢測升級好的鑰匙正常就可以給車友發回去了。喜歡的朋友